位伫林森路即在的黄花红泥木是市区上早引进，嘛是在上久的一批行道树，目前拢开始盛开，包括各公园个别所在种的，目前已经开灭6成。除了下巴黄花，这款紫红色的红泥木开起来大蕊满枝，产像花蕊爆炸，连火色嘛相当优美，更是吸引不少民众来欣赏翕相。不过因为花期盛开才1礼拜左右，所以民众爱把时间，也无得搁爱等一冬。大光国小、水交社、新兴国宅、新街路都是根据一些新闻报道，还有网友一些 po 文，就得知这些消息。因为枫林木的花期也很短，所以就是要很快去把它映入眼帘，把它做成影像，就这样子。它花季也很短啊，差不多1星期呢，很快的开放啊，谢的也很快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凋谢的。然后以前这棵树就存在，以前都开在顶端，没开那么多。是差不多今年，我大概看它7、8年了，没开过这么盛开的。前阵仔较寒，这几天愈来愈烧热，所以花一直开。位伫体育公园的红色班枝花同款吸引人，虽然无像白河规片的花海花朵，不过搭配可能嘛将市区装点甲水当当。台南迎接3、4月花期，除了目前白河的班枝花季，3月底伫后壁区也有台湾国际蓝展，呈现的一片赏花热潮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芳采访报道。